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軍事攻略綠色衫走先啊，中間位置有呢個火龍區啊，外邊紅衫威龍嘭嘭聲上緊嚟啊，再跟住後邊嘅馬咧，見到戶外名區追緊啦，埋邊位置仲有川河徑區啊，兜到嚟最後200啦，紅衫威龍唔該你騎佢2步啦，接嚟咗埋邊咧，有呢隻咧軍事攻略個幾身位啦，軍事攻略喺呢個第2位，大外檔上嚟有呢個加州萬里自由號接近終點，紅衫威龍贏呢個董事杯，第2名咧就係軍事攻略啊，到嚟最後200零米，紅衫威龍喺中檔騎上嚟，再埋邊有前衛先鋒啊，內欄位置加州萬里騎落有嘅，再喺外邊仲有魔法幻影，最後100零米，紅衫威龍佔先，但係埋邊加州萬里蔡明少為香港爭氣啦，呢隻加州萬里贏啊，第2名要影相啊，有魔法幻影同埋前衛先鋒紅衫威龍啊，結果呢隻加州萬里真係蔡明少好嘢，發揮得一絕咁靚，等你外邊走咗上嚟先，埋邊搏你最後100，加州萬里贏啊，魔法幻影第2啊！到嚟最後200米啦，前面經典王牌喺外邊出咗嚟先啊，中間風雲武士追緊啊，再喺內欄騎上嚟啦，就係呢個奧南嘅大外檔，仲有呢個軍事出擊啊，最後100米奧南喺內欄佔先啊，但係外檔嘅軍事出擊逢馬過馬飛緊上嚟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風雲武士接近終點啦，由包尾追上嚟贏軍事出擊啊，第2名奧南啊，第3名嘅風雲武士經典王牌同埋加州動力要影相啊，咁啊鏡頭咧好似見佢唔到咁啊，呢隻1號嘅軍事出擊啊，結果一條直路喺大外檔掃晒。奧南賺盡㗎啦，跑第2，風雲武士經典王牌加州動力影相爭第3。至咧仲有旅遊大哥出邊一對上緊嚟，有威爾頓啊，最出白鼻箍，仲有順利多，中間呢步步有揾到個位啊，最後300米，威爾頓喺中間內外夾擊啊，埋邊有步步有，出邊係順利多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內欄數出嚟有步步有鬥緊威爾頓，外邊係順利多，接近終點，講韌力，威爾頓贏打比啊，第2名步步有，第3名就係呢個順利多啊，拋甩晒個馬群啊，第4名都好接近嘅，有好靚仔同埋火紅人啊。講到韌力，真係呢啲細粒仔啊，好似好啲啊！兜足最後200米直路啊，內欄數出嚟，黑衫步步有2號馬就係威爾頓啊，外邊位置咧就順利多，都係兜大外檔上嚟，結果威爾頓贏出打比啊！最後200米，美麗之星走甩1個身位，內欄大運財，外邊呢見到莫雷拉撳下隻步步有啊，行緊上嚟嘅咋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步步有坐落去俾2步啦，已經以一個行過嘅姿態贏緊呢場董事杯啊，第2名噶嘛，美麗之星啊，第3名駿馬名區，第4名呢就係呢隻象南啊，哇！你睇翻莫雷拉呢啲演出，真係神操一樣啊，直情係入彎嘅時候知道隻馬大把起手。入正直路坐下比下，真係坐落去食落隻馬度已經擠離對手，步步有捧走董事杯。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就喜連歡星鬥緊朗日青天，埋邊明月千里衝上嚟好勁啊呢幾步，再喺外邊位置仲有張南，後多少就軍事出擊，最後100零米明月千里喺入邊打落去，接嚟咗3個馬位贏緊呢場女王杯㗎啦，後邊嘅馬軍事出擊張南同埋威爾頓朗日青天，明月千里贏女王杯，第2名嘅馬呢，就係呢隻軍事出擊啊，第3有張南。埋邊朗日青天，出邊威爾頓。好啦，最後300界龍區已經突圍而出，後邊嘅馬有美麗傳承，中檔呢巴基之星殺緊上嚟，個勢都好勁啊！入邊位置仲有呢，就係呢隻4季王，兜到嚟最後100零米界龍區佔先，巴基之星撻着再追緊上嚟，今年打比邊隻啊？界龍區贏啊！第2名巴基之星，第3名美麗傳承同埋4季王需要影相啊！